Hello，大家好啦。咁啊，今日係2025年嘅3月10號啦。咁啊，美國嘅市場已經開始咗市噶啦。咁啊，我哋依家見到嘅話就係三大指數都係全部下跌嘅。咁啊，道指跌咗0.88%，S&P 500跌咗1.47，咁啊，納斯達克跌咗2.2嘅。咁啊，三大指數都全部下挫嘅。咁我哋睇翻債息嘅變化啦。咁啊，債息收益率嘅變化咧，就長債收益率已經有跌翻落嚟啦。咁啊，短債就維持喺4.3左右附近嘅位置啦。咁佢個咁樣走勢話就預示咗有衰退嘅風險存在啦，所以市場就會有個大跌啦，三大指數持續受影響啦。一方面就係因為特朗普加關稅嘅不明朗、不確定嘅因素啦，另外一方面就係美聯儲停止咗減息㗎，因為佢預期通脹會有機會因為關稅嘅問題而升溫，所以佢就停止咗減息。好啦，我哋睇翻美聯儲議息會議咧就係3月19號啦，即係下個星期嘅星期三左右嘅時間啦，就會進行下一次議息啦。咁佢維持現有嘅基準利率嘅機會率係97%，即係維持喺4.25至4.5之間啦。咁啊，呢個都係重要嘅因素，證明咗市場對於通脹嘅即係會有機會反彈啦。咁啊，另一方面就有因為美聯儲特朗普加關稅嘅原因咧，令到嗰個市場嘅不明朗因素持續係增加嘅。咁我哋睇翻佢個恐慌貪婪指數嘅時候，都明顯就見到個市場就依然係處喺 extreme fear 即係極度恐慌嘅，即係嗰個 sector 嘅。咁啊，呢種情況已經持續咗成個星期有多噶啦。咁啊，未來一段時間，咁啊會唔會有所反彈咧？就要睇下今個星期三CPI 數據公布之後會唔會有所反彈啦？咁啊，如果 CPI 數據公布之後有所即係走好嘅時候，咁啊美國市場有機會會一個技術性嘅反彈啦。好啦，跟住我哋睇下 Tesla 嘅走勢啦。咁 Tesla 嘅依家就跌穿咗250蚊啦，依家係跌到247蚊啦。咁啊，距離嗰個下方嘅即係整數區間200蚊至180蚊、160蚊嗰啲區間咧，就係即係不遠啦。咁啊，未來一段時間咧，如果嗰個大市依然就係咁嘅形勢之後咧，咁啊唔排除 Tesla 會繼續下挫啦。咁啊，依家睇到佢嗰個技術形態、周線嗰啲圖表咧，都係繼續向下嘅，未有反彈嘅跡象啦。好，跟住我哋睇下 Nvidia 嘅走勢啦。Nvidia 今日就都係一開始都係跌嘅，咁啊最低咧去到109.9啊，咁啊依家有少少反彈啦，反到去111蚊啦，咁啊都有少少跌嘅，但係低開高走啦，咁啊真係有少少升翻啦，依家升咗111蚊嘅，咁啊跌咗1.43%，咁啊後市嚟睇嘅話，佢個技術形態都唔靚㗎，因為大市三大指數都向下挫嘅時候。咁你作為一個咁比重咁大嘅英偉達，佢都即係阻止唔到自己會因為技術形勢或者係大市嘅氣氛而下跌啦。咁啊，總數嚟講，我哋睇翻 N100嘅話，即係納斯達克100指數嗰啲咧，都係下挫嘅，已經係連跌咗3個星期啦。咁啊，周線圖咧都預示咗會繼續下跌。咁啊，RSI 即係跌咗去42嗰啲 level，即係都係屬於係2022年12月以來最低嘅程度噶啦，即係如果去到2022年嘅10月咧，咁樣佢個 RSI 咧都係去到30幾、34啫嘛，咁啊依家係做緊42嘅，即係有機會會令到個市場會繼續下挫咯。